你話奇唔奇啊？美國有一座山係用粵語粗口命名嘅，叫做 Tunama 山，英文叫 Tunama Peak。嗱，呢座山呢，就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嘅國王峽谷公園啊，高3000幾米。嗱，爬親呢座山嘅人呢，都要用粵語改一句 Tunama。我哋上一次講 Tunama、Tunama 呢句粵語粗口嗰陣呢，仲係介紹明朝第一武將啊，廣東東莞人袁崇煥將軍。袁將軍咧帶兵打仗咧，次次都要講挑那媽頂硬上，因為佢手下都係廣東廣西兵，係講粵語噶嘛，佢要講呢句說話激勵大家嘅士氣。嗱，點解呢句地道嘅粵語粗口啊會漂洋過海去咗美國，變咗一座山嘅名呢？嗱，呢一切都要從180年前美國發現咗金礦講起。嗱，當時呢係好多華工啊去美國淘金啊嘛，佢哋就叫做闖金山，佢哋叫金山客。嗱，咁啊去到美國之後呢，掘金啊掘咗幾廿年就冇得掘啦。之後有啲人呢就去修鐵路啊，有啲人就喺美國去咗農場牧場嗰度做牧羊人同埋做廚師，因為羊毛同羊肉賣出去都好賺錢噶嘛。咁啊有一日呢，幾個廣東牧羊人同埋廚師呢，就趕住5000幾隻羊啊，就要爬上呢座山去食草，因為呢座山又高又斜，行到身水身汗，好辛苦。咁啊廣東人上到山呢，就講咗一句挑那媽，好辛苦啊！咁啊次次行呢座山都要講挑那媽呢3個字。咁啊一齊放羊嘅美國人呢，聽唔明佢噏乜，又覺得挑那媽呢3個字好順口，於是佢係用筆記低呢個地方被稱為 Tunama Peak， 隔籬有一片湖啊，呢個湖就叫做 Tunama Lake。咁啊有條小路啊，就叫做 Tunama Trail。呢3個名被收入咗美國官方嘅內華達山脈史，變咗正式名用到而家。